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英皇金融集團之網上講座。我係高級業務經理 Marcus，好高興可以再次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翻我對金銀市場方面嗰個睇法嘅。咁喺連日嚟啦，大家見到貴金屬市場方面亦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出現啦。咁係全因自於啦美金走軟啦，同埋英國脱歐方面嗰個情況影響，從而令到黃金嗰個避險性嘅作用咧大大發出嚟嘅嚇。咁嚟緊其實金價方面嗰個後市方面啦，我自己個人嚟講係有一個唔錯嘅睇法嘅嚇，係因為咁喺上個月嘅非農業就業指數啦，大家都睇到佢係比預期咧開出嚟咧真係差出好多嘅，咁我相信大家都跌晒眼鏡啦。咁喺呢一個數據之後啦，其實亦都反映翻美國要喺短期裏邊去加息咧情況咧，我相信亦都受到一定嘅壓力嘅嚇，因為即係數據同埋失業率方面啊，仲有環球嘅股市回軟方面啦，亦都係即係令到美國美聯儲嗰方面咧要加息，亦都係唔許可嘅嚇。咁而金價方面咧，現時嚟講嗰個區間位置咧，分別係喺1330之間啦，至到1367之間一啲嘅區間來回遊走啦嚇。咁我相信金價來回行喺呢幾日都會係呢啲位置度來回咁樣遊走噶啦。咁全因自係因為今個星期三晚美國會有一個會議記錄紀要啦。咁大家如果即係做翻一啲即時嘅短 trade 嘅話咧，就要積極啲去留意住當中佢哋嘅措辭言論咧，會唔會牽涉一啲過敏嘅言論啊？係咁而另外星期五咧，分別就會公布一個即係非農業嘅就業數據啦，同埋失業率啦嚇。咁如果有做開金銀買賣同埋即係外匯市嘅朋友咧，相信都嗰一日會幾唔得閒嘅，因為每一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五咧，都係即係俗稱我哋嘅派錢日嚇，我哋都係即係照住呢一個咁有指標性嘅數據咧，從而去賺取利潤嘅嚇。咁同時亦都係要嚴守翻指示。咁如果大家可能想知道多啲一啲技術性嘅分析啊，同埋即係我對即係金銀市嘅深入了解，歡迎可以即係聯絡翻我。